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家。我们今天要介绍是客家人说的家具的用法。现在的家具呢都非常亮丽，而且感觉很设计感十足哦。可是呢，我记得小时候在苗栗乡下呢，客厅里面摆的家具呢，感觉都是比较实用、耐用、朴实的风格，就像我们客家人耐操的感觉一样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学客家话的桌子怎么说呢？桌子叫做桌诶，桌诶。桌给就是桌子，像这样子的桌给。然后提到了桌子桌给，那就一定有椅子喽。客家话的椅子呢，通常是大圆桌旁边备10到12个那样子的板凳式的圆凳子，叫做凳诶，凳诶，就是那个椅子的意思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种叫做凳板。什么是凳板呢？它是长板凳，长长的板凳就是 bench。我又讲了英文了，没关系，就是 bench 长板凳，很好玩我们国语说板凳，可是客家话刚好叫做凳板，就是反过来念哦。好了，我要讲一个很好玩的故事，因为那个长板凳除了我们可以坐之外，排排坐，还可以给人或者是米浆来睡觉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几张长板凳排在一起，就可以当敏床，敏床就是床，敏床当床来睡。然后呢，或者我们把米磨成了米浆以后，装在这个棉布袋里面，绑紧，然后绑在那个板凳上，给它睡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水分滴干之后，就可以做很多很好吃的饭呢。小时候苗栗的阿棒梅最会做饭呢，我们的小朋友就一起去挤那个米浆，就是看那个拌呢，很好玩，看它好了没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想要的这个板凳呢，其实在客家话里面呢，刚好反过来叫做凳板。然后呢，那么餐桌跟餐椅配起来呢，一组就叫做桌凳，桌凳。哎呦，你还桌凳懂讲呢，不一规模哇！你这一套桌椅很漂亮，会不会很贵呢？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东西哦。桌子叫做桌诶，然后呢，椅子叫做凳诶。对了，我是许薇老师，下回再来共客家喽，安之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